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白表，以及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兩個計劃係希望係打破未補價資助出售單位喺出租同埋出售上嘅限制，全方位係活化現有嘅房屋資源。除咗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租盤嘅選擇之外呢，亦都加強呢係資助出售單位嘅流轉，係協助年長嘅業主去安享晚年，為業主、租客同埋市民創造多贏嘅局面。呢兩個計劃均會係由香港房屋協會係負責管理，並預計喺今年9月呢係會接受申請嘅。出租計劃咧就話會有個要交個出租准許費啦，會唔會擔心呢樣嘢會令到有呢個黑市嘅情況出現呢？其實出租准許費我哋嘅計算方法就係因為呢批係資助房屋，佢哋如果出售嗰陣時咧係要補地價嘅。我哋嘅諗法就係咁。咁所以喺未補地價情況底下咧，佢哋想出租嘅話咧，我哋希望咧將呢一橛嘅即係我哋所謂嘅政府資助嗰橛咧，就希望去收翻嗰個費用嘅啫。咁你話會唔會係令到佢哋黑市嘅情況出現？我諗呢個唔會嘅，黑市情況出現，因為如果你係用一個非法嘅途徑去出租呢啲咁嘅資助房屋嘅話呢，未經批准嘅，咁你會係夜官非㗎。咁我哋以往見到過去幾年呢，亦都有啲個案呢係成功係檢控咗，而呢一個嘅非法出售嘅業主呢，係要承擔啲法律責任、罰款啊，或者有機會呢係會被判一啲監禁嘅懲罰嘅。所以其實呢一個嘅計劃，等佢係名正言順去補，即係付一啲費用，即係補翻個應補嘅地價，等佢係合法地去出租呢啲咁嘅資助房屋咧，令到啲業主可以瞓覺好啲添，唔使要擔驚受怕。我諗呢個係希望咧係可以防止到或者係制止到呢個黑市嘅呢啲非法出租公屋嘅。咁其實我哋希望係幫到啲業主嘅。星島日報嘅關於呢一個資助房屋出租計劃啦，咁就想請問如果局方後尾試行期發現到呢個市場嗰個租金佢持續高企，跟住然之後甚至可能同私人市場睇齊嘅話，咁會唔會係保留去考慮去有一啲嘅干預嘅一啲手段咧？唔該。其實喺呢個計劃裏邊，我哋先頭而家係諗住係個 quota 係3000個到啦。咁我哋喺呢3000個單位裏面大家可以諗到，如果有3000個單位參與嘅話咧，喺個市場供應量咪突然間多3000個單位出租單位，合法嘅出租單位。咁本來如果我哋冇呢個計劃嘅話，市場係冇呢3000個單位。好啦，如果供應量多3000嘅話咧，肯定對市場個租金咧係有幫助，因為供應量多咗啊嘛。咁但係我哋亦都翻轉頭，就係我哋合法去租呢啲單位嘅人呢，其實主要係白表者嚟，係一定係白表者，即係佢哋係有資格，係合資格去參與呢個市場。咁所以，我覺得呢3000個單位，如果比起私樓個數量咧，出租個數量，其實私樓個數量係遠多過呢3000個單位。咁我自己覺得喺呢個計劃底下呢，其實 quota 得3000個，咁但係我哋計過呢，係合資格可以參與呢個計劃呢，係有36萬個嘅。所以喺個整個過程裏邊呢，我哋會去審視，或者亦都會睇下究竟呢一個3000我哋需唔需要改變啦？究竟個歡迎程度多唔多？參與程度多唔多啊？咁同埋個審批程序裏邊，我哋會唔會可以係將個時間又縮短啲啊？令到個流通量快啲咁樣？我哋會係不停咁審視呢個計劃嘅進度，同埋呢個進度有冇啲優化嘅計劃，有冇啲優化嘅方法？咁我哋會其實我哋會拎翻去俾我哋小組我哋呢個委員會討論。咁同埋如果有乜優化嘅方案嘅話咧，我哋會幫大家去分享嘅。想講一問咧，頭先就講到話，如果參與呢個計劃係需要俾呢個准許
費啦。咁想問嗰個准許費確實日係幾多？同埋都有講話9月份進行啦，都想問一問個確實日子會係9月幾號開始咗？嗰個准許費嗰個計算方法就好簡單嘅啫，因為呢啲嘅資助嘅房屋咧，其實係大約係市價嘅70%度嘅。咁喺70%度，我哋係將嗰個30%嗰個我哋要補市價，即係好似政府資助咧，就掹翻出嚟。咁嗰個計算方法就係睇翻喺市場同類型嘅單位啦。咁係細單位，主要細單位係甲類同埋乙類嘅。咁我哋加個平均數，然後喺個70%嗰度計翻佢哋應該俾政府嗰30% 嘅津貼。咁大約我哋計到出嚟嘅就係新界係2000幾蚊啦，如果市區係3000幾蚊嘅喺每一個月。咁我哋就希望係呢一個就係我哋個所謂嘅准許費。即係拎翻去佢係政府補貼佢哋房屋嗰呢一部分去掹翻出嚟。咁你話係今年9月幾時開始？咁9月內啦，9月內啦，我哋盡快開始呢個計劃。都恭喜張教授接翻呢個新主席啦！有冇話嚟緊喺個任期入邊有冇一啲目標想達成嘅？有㗎，我希望嗱，呢一個就希望我哋可以達成，可以做到將嗰個嘅供應量，無論租同埋住嘅單位喺嗰個資助房屋，可以係增加個流通量啦，可以令到嗰啲租客去多啲去選擇。尤其是喺呢個計劃裏邊，我睇到就係雖然係租個計劃，佢要俾翻啲即係俾翻啲費用俾政府，因為嗰將個補地價嘅費用。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其實計翻個租金，同時俾我睇唔係太貴嘅啫。咁你話新界可1萬蚊樓下8、9千蚊可以租到一個嘅居屋單位，咁如果喺市區可能係萬鬆啲蚊。咁你睇下，如果係你係劏房嘅話，喺新界嘅劏房都係唔平嘅，都係要7、8千蚊喺大埔啲劏房。我覺得對於申請緊用白表申請緊等緊嘅，其實如果真係有興趣，即係有可以睇睇呢啲咁嘅居屋，即係有喺市場上可以放合法出租嘅一啲嘅資助房屋單位，其實真係可以改善佢哋居住環境。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一啲居住環境可以係，尤其是住劏房嗰啲嘅居民，又係等緊白表嘅，咁其實真係可以係一個好嘅選擇。其實喺整個過程裏邊呢，我覺得係多啲選擇俾等或者係嗰啲住戶或者係啲業主，等佢哋去揀。咁啲選擇係佢哋可以揀，可以唔揀。譬如話啲長者佢哋樓換樓計劃都係啦。咁呢個居屋可以即係非法唔係合法去參加個租賃市場。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好嘅 option。咁其實都係增加呢一個嘅資助房屋嘅流轉量嘅。最後一條TVB 嘅，我想問下長者業主呢個計劃，如果長者賣咗舊樓之後，到賣新樓之前嗰個空窗期，咁可以住喺邊度咧？房委會有冇可以俾呢相關嘅一啲資源咁？咁其實我哋見到喺房委會嗰度個案呢，係有一啲嘅長者嘅參與咗計劃之後呢，佢哋係拎到個售樓許可證啦，跟住呢就買咗出嚟。佢哋喺個段時間裏邊呢，仲未去買到樓，有啲咁嘅人要等緊。有啲成功係買咗自己個單位，亦都買翻你嗰個新嘅單位嘅。但有啲喺個轉接期裏邊呢，佢哋係未買到，可能佢未揾到合適嘅單位啦。咁我諗呢啲就喺個業主裏邊，佢個過程裏邊，佢自己幫業主個新業主去溝通，究竟幾時交樓要唔要交樓，或者佢如果就真係需要交樓，仲未揾到嘅話，佢呢一個嘅安排可能要自己去考慮，佢係點樣安排佢住喺邊度，可能住喺親戚屋企，或者佢住喺第度。咁呢啲都係佢哋自己嘅安排。咁但係喺個計劃裏邊，喺房協而家係做緊一個先導計劃裏邊呢，佢哋買之後呢，就未必一定要係需要真係要買翻嘅。咁呢個係我哋而家現有個安排嚟嘅。咁我哋睇我哋睇 so far so good 嘅，而家呢個安排都係。多謝晒。
各位，房委會今日係開會討論有關於喺2025年施政報告當中提及嘅居屋租售新嘅安排。呢次嘅新安排係涉及兩個方面，第一，居屋係可以出租俾白表人士；第二係可以出售俾長者等嘅人士。計劃係旨在加強居屋嘅流轉，將會喺今年嘅9月內接受申請，具體嘅日期有待商確，名額將會有3000個。當中涉及出租俾白表人士，包括出租准許費。張仁良表示，新界區嘅居屋大約每個月係2000蚊，而市區嘅居屋大約每個月係3000蚊。被問到因為有准許費會唔會有黑市嘅市場，佢表示出租准許費需要補地價，相信唔會有黑市嘅情況出現。另外，佢亦都表示，市場將會係多咗3000個合格嘅出租單位，供應量多咗，相信對市場會有幫助。現場情況先睇到呢度，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有其他消息。